继续来看这个华航当年协助总统的专机走私粉品。华航伫昨交出着2002年到2013年买粉的记录，14年来总共有26架利用专机来买粉，其中有9架买超过1000条。交通部长林佳龙讲，一定要继续来追查，一直到真相大白。嘛来呼吁讲，诚实才是解决问题上好的办法。交通部长林佳龙到台中后里的旧泰安车站视察旧线服驶计划。外界关心的特勤人员利用总统专机出访走私粉品案件，伊强调一定会持续追查。就第一步掌握烟品的数量，我也很肯定华航能够在周末2天的时间动员所有的人，那么把先前认为不可能的事情把它做出来。林佳龙嘛，伫面册有写，根据华航提供的资料，对2006年9月到即马，华航总共执行26次总统出访任务，其中粉品贩卖超过1000条有9遍。除了2010年10月的九铺专案，贩卖粉品达到1683条，其他8次超过1000条出访专案，拢出现伫2014年6月以后。为什么从2010年突然的暴增？那是9次超过1000条里面的第一次。这第一次是谁做的决定？在哪里交货？所有的这一个过程里面涉及的人、事物都应该查清。然后后来为什么变本加厉？然后到了2014年之后呢？这个快速又上升，前后跨越这个2个政府。林佳龙嘛再次强调，华航宣布未来专机袂阁再有任何的特权，免税品销售甲一般客机同款，必须要伫机顶完成交货。